近日美國又再次釋出 UAP 檔案啦，又有好多奇形怪狀嘅 UFO， 好似超時空要塞咁啊，又或者係再之前嘅八角星形狀，又話似咩座天使等等。往往神秘事件 UAP 都會令人想起宗教喎。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諗係近代歷史上面最震撼、最冇可能推翻嘅，但係同時又充滿政治色彩嘅 UFO 事件——葡萄牙花地瑪事件。平時大家聽埋好多神話啊，或者神蹟事件，甚至乎係外星人 UFO 降落事件，都係一啲似是而非啊，又或者半信半疑嘅情況下，唔知真定假嘅。但係以下落嚟呢單事件好真實喎，唔知大家點睇呢？睇片嘅同時，請俾多啲支持同埋鼓勵我啊 ！Like、Subscribe、Share， 我會好感激大家噶，多謝。歡迎嚟到蝙蝠俠的異想世界啊！我係布斯啊，等我同大家一齊朝講 UFO 啦。呢單 case 好詳盡嘅，我而家就簡介翻先，睇下呢單嘢有幾神奇。1917年10月13號嗰日，足足有7萬人喺同一個地方同一秒集體見到一個太陽好似風火輪咁樣喺天上面瘋狂旋轉，射出五彩光芒，然後息石形咁樣俯衝地面。更加神奇嘅係，當時現場落緊好大雨，成個山谷變成好似泥漿摔角咁，周圍都係膝頭哥咁深嘅泥濘，所有人好似林峰演唱會咁 ，Let's get wet， 全身上下濕透。但係當呢個太陽異象發生完之後，短短幾分鐘之內，周圍啲濕泥啊，同埋7萬人身上着住啲衫褲濕晒嘅，竟然係奇蹟咁樣全部被控乾喎。今集我會拆解翻3個農村細路點樣俾反宗教嘅政府捉咗去，仲威脅要用油炸炸死佢哋，仲會拆解翻聖母瑪利亞點樣喺蘇聯都未立國嘅時候指名道姓咁樣預言俄羅斯會成為世界大魔王。到最後，我哋甚至會用現代科學同埋 UFO 飛碟學嘅角度去睇下呢個所謂聖母會唔會根本就係外星人或者係 UFO 啊？先至聲明啊，唔係要挑戰任何宗教信仰，亦都唔係鼓吹人哋信咩唔信咩，純粹係以一個開放嘅態度去討論事件，冇既定立場，並無需要對號入座。其實1917年之前嘅1916年係發生咗一啲事噶。時間翻到去1916年，先介紹3位主角係3個牧童嚟嘅。第一位係10歲嘅 Lucia， 我哋簡稱大師姐；第二位係9歲嘅表弟 Francisco， 簡稱二師弟；同埋7歲嘅 Jacinta， 簡稱小師妹。二師弟同小師妹咧係兄妹關係，而大師姐咧就係佢哋嘅表姐啦。佢哋係每日幫屋企人放羊嘅農村細路嚟嘅。喺1916年嘅春天，3個細路喺山谷嗰度放羊喎。突然之間，呼呼咁樣大風起，佢哋抬頭一望呢，發現樹林入邊行咗一個14、15歲左右嘅發光後生仔過嚟喎。後嚟大師姐回憶翻啊，呢個男仔係半透明啊，全身上下好似水晶咁明亮。當太陽射穿佢嘅身體嘅時候呢，會折射一啲好似鑽石咁嘅光芒喎。呢位天使咧係冇傳統神話裏面嗰啲羽毛翅膀，佢一出聲啊，聲音就好似直接喺3個細路嘅腦海入邊震動咁樣。佢就話：你哋唔使驚喎，等我教你一啲祈禱文，為唔信神嘅人代禱啊！到咗夏天啊，第2次顯現咯。嗰日好熱啊，3個細路喺屋企後花園嗰度玩喎。呢個透明天使啊，突然之間憑空出現，今次佢嘅語氣咧比上次嚴肅啲喎，就好似班主任咁樣話佢哋喎。喂，你哋喺度做緊咩啊？唔好玩啊，快啲去祈禱啦！你哋要學識將日常生活遇到嘅不幸嘅痛苦啊，轉化為天主嘅奉獻，咁樣先至可以為葡萄牙帶嚟和平噶嘛。到咗秋天啊，第3次顯現啊，天使喺山洞入邊出現喎。今次佢手上面多咗一啲法器喎，佢右手攞住個聖杯，而一塊天主教嘅聖餅呢，竟然憑空懸浮喺個聖杯上面，仲有啲鮮血一滴一滴咁樣由麵餅嗰度滴落個杯度喎。天使就將個杯同埋餅咧懸浮喺空中，自己就趴喺地下祈禱。佢將麵餅咧俾咗大師姐食，將杯嘅聖血咧俾咗二師弟同埋小師妹飲。嗱，以上咧係平時天主教嘅儀式嚟嘅，不過咧呢度咧就多咗啲懸浮神蹟啊、天使同埋鮮血咁樣啦。平時會係葡萄酒或者係有啲係會係提子汁咁樣嘅，呢度咧暫時唔詳細探到啦。嗱，呢3次天使顯靈咧，其實係幫呢3個細路進行特訓嘅，等佢哋精神同埋心理狀態咧可以頂得順接落嚟嘅更加高級別嘅超自然接觸。嗱，喺天主教嘅傳統入邊咧，重大嘅天主啟示之前咧，往往都有使者鋪路噶，亦即係話聖母將要嚟臨啦。嗱，以上3次天使嘅出現咧，啲細路係覺得全身冇力噶。嗱，大家記住呢樣嘢，之後我會再講嘅。
當時佢哋咧冇同其他人透露過噶，佢哋三個自己保守住呢個秘密嘅。時間好快嚟到1917年5月13號呢一日嘅中午啊，三個細路喺花地瑪一個山谷放羊喎。突然之間，天上面閃過兩道好似電擊咁嘅強光，喺一棵樹上面出現咗一位比太陽仲要明亮嘅嬌小女士。呢度有個好得意嘅細節噶，我哋平時喺聖堂見到嗰啲聖母像咧，通常都好高大威嚴噶嘛。但係根據呢三個細路最初嘅口供咧，呢位女士咧身高其實好矮嘅，大約咧有1.2米至到1.4米左右啦，好似一個好苗條嘅細路女咁樣。佢着住一件耀眼白光嘅緊身連身裙，披住金色斗篷，雙手合十，腳底下好似踩住一嚿雲咁，懸浮喺棵樹上面。由5月開始啊，呢位聖母就約定佢哋每個月嘅13號中午咧都要去呢棵樹前面見面。不過呢個時候咧，呢三個細路咧，佢哋嘅能力係出現咗不對稱嘅。大師姐咧嘅功能咧最齊全，又睇到又聽到，仲可以開口同埋聖母傾偈嘅。而7歲嘅小師妹咧就可以睇到聽到，但係咧就同唔到佢講嘢嘅。而二師弟咧就睇到佢，但係聽唔到佢講嘢，亦都唔可以同佢講嘢。嗱，每次聖母講完嘢咧，都要靠2個女仔咧同佢翻譯翻嘅。聖母就同佢哋講啦：我從天而嚟嘅。我要你哋連續6個月13號咧都嚟呢度啦，你哋願唔願意將自己奉獻俾天主咧，忍受佢俾你哋嘅痛苦，以補贖罪過咧？呢3個牧童啊答咗願意啦，當然聖母啊仲囑咐佢哋每日都要念玫瑰經啊。雖然聖母咧係冇叫佢哋保守秘密噶，但係呢3個牧童咧就答應咗大家絕對唔可以講出去，因為怕俾大人鬧啊。但係最搞笑，小師妹翻到屋企之後，因為太興奮啦，忍唔住同咗阿媽講：阿媽，我今日見到聖母啊！小師妹個阿媽咧一聽到之後，就以為啲細路喺度講大話啦，跟住轉個頭咧就問佢阿哥二師弟咯。二師弟啊見到阿妹都講咗咯，咁佢咪只可承認咯。啊係啊，我哋見到啊。咁樣啊，一傳十，十傳百啊！佢哋2個嘅阿媽咧，覺得事態好似好嚴重咁樣喎。咁嗰晚咧，佢就跑咗去隔籬，揾咗大師姐個阿媽啦。結果呢個消息咧，好似野火一樣，一夜之間咧，傳遍咗整個花地瑪村。大師姐阿媽其實係一個非常之虔誠同埋固執嘅教徒嚟噶。佢認為佢個女喺度講大話，冒犯天主。除咗進行體罰之外啊，仲要去同鄰居道歉添。條村啲人啊，當咗佢哋幾個細路啊，好似我哋現代去睇戲啊，好頑皮嗰啲細路咁樣啊。對佢哋冷嘲熱諷啊，只係爭在啊冇向佢哋臨紀念嘅咋。大師姐因為咁樣啊，有巨大嘅心理壓力啊，甚至6月13號第2次顯現嗰陣時啊，一度都驚到好想放棄啊，唔想再去顯現嘅地方。直至到2位表弟妹啊不斷咁樣鼓勵佢先堅持到落去咋。嗱，呢件事傳咗去村莊啊，總有人信，總有人唔信噶。喺6月開始咧，開始有幾十個人走去睇下咩事咯。日頭突然間開始變暗。隔籬啲人咧就睇到棵樹咧，嗰啲樹葉好似向下垂咁樣，好似俾隻腳踩住咁。大師姐又講聖母咧神情好哀傷，聖母就預言啊，二師弟啊同埋小師妹咧好快就要接去天堂咯。但係大師姐咧就要留喺世上耐啲，因為要建立聖母嘅無點聖心啊。聖母就張開雙手，牧童睇到聖母咧嘅右手掌心啊，係有一顆被荊棘刺穿嘅心。7月消息傳到隔籬村啊，而家咧現場人數暴增至幾千人。喺中午時分啊，天空又開始變暗啦，有一股灰色嘅雲彩籠罩住呢個橡樹。聖母就向佢顯示咗3個秘密。第一個秘密就係地獄嘅景象，聖母向牧童展示咗地獄嘅火海同埋魔鬼極度恐怖嘅景象。第二，佢就預言而家嘅戰爭將會結束，如果人類咧仲係冒犯天主嘅話咧，會爆發更加慘烈嘅戰爭。佢仲要求將俄羅斯奉獻俾佢無點嘅聖心。第三，聖母就展示咗天使持劍呼喊補贖、入穿白衣嘅主教同眾人遇害嘅象徵性景象。呢3個預言嘅秘密，稍後嘅脈絡我會再解釋嘅。嗱，呢個花地瑪嘅神蹟事件呢，呢個消息好似病毒咁傳遍成個葡萄牙啦。聖母今次嘅顯靈講咗呢3個秘密之後呢，就同牧童講暫時要保守住呢個秘密。但係小師妹又嚟了啦！佢返到屋企之後，因為太過興奮又激動，忍唔住又同阿爸阿媽講咗聖母同佢講咗啲秘密。不過佢就冇外泄個內容嘅。嗱，到咗8月份呢，已經有2萬人去朝聖咯。呢個時候真正嘅反派就要出動啦。當時葡萄牙嘅第一共和國政府啊，係一個靠革命上台而有極端無神論政權嚟嘅。當時花地瑪所屬行政區嘅區長，佢係一個激進嘅共濟會成員，佢個人咧係極度仇視天主教嘅。佢心諗唔係玩嘢啊嘛，我辛辛苦苦推翻咗教會，你哋家陣整3個細路出嚟搞神蹟，
呢個一定係反政府神父喺幕後策劃嘅政治陰謀嚟㗎。於是8月13號清晨，喺幾萬個信徒喺山谷嗰度等緊啲細路，同埋等緊神蹟嘅時候，呢個區長呢就揸住馬車去到大師姐屋企，用藉口就話帶佢哋去見神父。實質係一出村之後就開行turbo，將3個細路強行綁架翻去政府呢個監獄嗰度關押。佢嘅目標好簡單，第一就係逼佢講出7月13號聖母傳授嗰3個秘密內容。第二就係要逼佢哋簽名，承認成件事都係神父教佢哋講嘅大話，係一個政治騙局嚟嘅。但係呢3個細路呢，就守口如瓶喎。呢個區長就惱羞成怒，就決定用死亡恐嚇啦。佢叫士兵攞咗個鑊過嚟，倒咗啲油落去，啲油燒到砰砰聲，去做恐嚇個7歲嘅小師妹。喂，你講唔講啊？你唔講嘅話，我當你好似油炸鬼咁樣掟你落去炸死嘅。小師妹又俾佢嚇到喊晒口，但係佢心諗應承咗聖母嘅，我死都唔會出賣呢個秘密嘅。結果啊，啲士兵就拖走咗佢。過咗一陣呢，呢個區長就同9歲二師弟講啦：你個妹呢，俾我炸到黑炭咁樣啊，而家輪到你啊，你講唔講呢？二師弟啊，好平靜咁樣答佢：如果可以去天堂見聖母呢，咁你炸死我啦。最後啊，剩翻10歲嘅大師姐咯，面對一模一樣嘅恐嚇，佢都係無動於衷。呢個區長啊，徹底崩潰啦。佢發夢都估唔到啊，呢3個細路啊，面對呢種死亡恐嚇，一啲都唔驚。比起好多成年嘅革命軍啊，意志力更加強。佢意識到2件事：第一，呢3個細路應該係冇講大話嘅。因為如果講大話嘅話，生死關頭一定會招供噶嘛。而第二嘅係，如果佢真係殺咗呢3個細路呢，外面嗰幾萬人隨時都會暴動喎。最終喺8月15號啊，政府迫於壓力之下，唯有乖乖咁樣放人啦。嚟到8月19號咯，牧童又照舊放羊啦，天空又再度閃電，聖母又再次出現啦。聖母就同佢哋講：下個月13號要繼續去，要多啲為罪人祈禱，要準備做犧牲啊！因為有好多靈魂係要落地獄嘅，係因為冇人為佢哋祈禱同埋犧牲。而聖母呢，亦都有提到，因為個區長嘅綁架，最後1個月嘅奇蹟呢係會受影響，冇原本咁宏大嘅。好啦，經歷完8月嘅綁架之後，9月份13號，聖母又再次顯現啦。群眾呢就見到一個發光嘅球體由東面飛去西面，然後慢慢咁樣降落喺橡樹上面。天空甚至落咗一種好似白色花瓣啊，落地就會消失嘅神秘物質。有人呢描述為天上面開始落咗一場神秘嘅白色光球雨，好似雪花咁樣落到地之前呢就憑空蒸發。喺現代 UFO 學呢，我哋叫呢啲做 Angel Hair 天使頭髮。呢度補充翻啦。其實8月13號呢，即係綁架事件嘅時候，都有啲群眾去咗現場噶嘛，佢哋同樣都見到呢啲情況嘅。連續3個月都見到呢個現象，8月、9月同埋之後嘅10月，聖母呢就喺9月13號就同3個牧童講：你哋要繼續每日念呢個玫瑰經，以求世界和平，戰爭先會結束。10月份主耶穌、痛苦聖母同埋卡爾密羅聖母同埋聖約瑟都會顯現。聖約瑟呢係抱住聖嬰耶穌降福世界。當日現場呢係擠滿咗3萬人，有好多殘疾啊、失明啊同埋患重病嘅人呢係俾啲親友抬到現場。大師姐呢就向聖母轉達咗群眾嘅懇求，希望聖母呢可以醫好呢啲人。而聖母呢就話：我會醫好部分人，但係有啲係唔會嘅，因為主耶穌唔會信佢哋。佢嘅意思呢，就係話有啲人嘅靈魂啊，如果病癒咗之後，反而會沉迷世俗，再度犯罪，對佢哋嘅靈魂得救係冇好處。咁9月當日究竟有冇人即刻好返㗎？答案係有嘅，不過呢就係零星個案嚟嘅。當日現場確實係有少數嘅信眾呢，係宣稱聖母顯現嗰一刻呢，身體上面嘅病呢，同埋痛楚係突然間好返。而有部分嘅病情呢係開始好轉。呢度聖母喺現場呢仲特別提點呢，有某個聾啞嘅小女孩，仲預言佢呢會喺1年之內好返，係一個康復嘅應許嚟嘅。聖母隨後補充啊，喺10月份呢，佢係會顯示一個好大嘅奇蹟，要令所有人都相信嘅。時間好快到咗1917年10月13號咯，當日花地瑪山谷啊，塞爆咗成7萬人啊，當中唔單止係啲虔誠信徒啊，仲有大量一早霸定頭位，準備喺中午時分見證呢件事嘅人，有大量嘅無神論科學家、大學教授啊，同埋各大反宗教報社嘅記者，各懷鬼胎，希望可以拆穿呢個騙局。當日嘅天氣啊係狂風暴雨啊，成個山谷啲泥啊去到膝頭哥咁高。到咗中午12點啦，大師姐啊突然間指住個天話：睇下個太陽，
原本黑麻麻嘅烏雲好似拉咗窗簾咁樣分開咗，個太陽露咗出嚟。最奇怪嘅係，平時你直視太陽1秒鐘，隻眼都好似想盲咁，但係當你個太陽咧就變成咗一個銀色嘅圓盤，直視過去咧竟然完全唔刺眼喎。呢個銀色嘅太陽開始好似爆旋陀螺啊，或者係無敵風火輪咁樣，圍繞自己嘅軸心高速瘋狂旋轉，去向四方八面射出紅色、綠色、藍色、紫色、黃色，好似極光咁樣五彩光芒，將現場7萬人嘅面、珊瑚、岩石，仲有樹木等等，全部都染上奇幻嘅顏色。呢個旋轉嘅太陽突然之間脫離軌道，以一種完全無視慣性定律嘅息 Z 型俯衝向地面。哇！呢個動作真係可圈可點啊！現場7萬人以為世界末日到咗啦，嚇到集體都跪低喺呢啲泥濘上面大哭祈禱，甚至係寫定遺言啊！幾分鐘之後，呢個太陽又以息 Z 型彈翻上天，翻返去原位，大家都嚇到目定口呆，仲發現咗一個神蹟中嘅神蹟。原本呢，俾暴雨淋濕晒嘅衫，同埋深及膝頭哥嘅泥濘，竟然喺短短幾分鐘之內，俾一種好似微波啊或者係高熱能量，完全烘到乾晒。呢件事之後啊，原本去諗住踩場嗰啲葡萄牙最大嘅反宗教日報呢啲世紀報啊等等，佢哋嘅首席記者啊，被親眼所見嘅徹底嚇到傻咗。佢仲喺10月15號嘅報紙頭版寫翻呢件事出嚟啊，個標題仲係話驚人事件。太陽喺花地瑪正午嗰度跳舞，一個最反對宗教嘅媒體竟然變成咗神蹟嘅最強鐵證。呢個就係花地瑪事件無人能夠推翻嘅原因。嗱，以上呢，只係大眾所預見嘅畫面啫，以下落嚟嘅情景呢，淨係得3個牧童見到嘅啫。佢哋3個都睇到太陽旁邊呢出現咗身穿白衣、披住藍色斗篷嘅聖母，而聖約瑟呢就係抱住 BB 版嘅耶穌，用手喺空中畫十字降福世界。嗱，以上係3個牧童都睇到嘅。第二個情景呢，佢哋就見到成年版嘅耶穌同埋痛苦聖母顯現。主耶穌係同樣向世界施行咗降福。呢個畫面呢，大師姐同埋二師弟呢就見到啦。咁即係話小師妹係見唔到嘅。第3個畫面就出現啦。佢見到聖母咧就着住深啡色嘅長袍，呢個卡爾麥羅聖母手上拎住一個好似護身符嘅聖衣。呢個淨係大師姐先見到嘅。呢3個畫面係代表住耶穌降世拯救世人嘅過程。一陣大家都會知道點解大師姐係見到嘅嘢會比師弟師妹多啲嘅咧。陣間大家就會知道啦。當日現場有大量嘅盲人係重見光明，跛嘅就行得翻路，重病嗰啲就好翻。呢啲係有真實記錄噶。天主教嘅醫療委員會係進行咗嚴格嘅科學同埋醫學嘅病歷審查嘅，仲列為咗花地瑪聖地最著名嘅神蹟證據。之所以好少人聽聞，係因為絕大部分人嘅焦點新聞報道都比當日更震撼，範圍更廣闊。呢個太陽跳舞嘅天文異象吸引咗過去。其實呢件事之後天主教為咗防止有人集體造假同埋心理作用，佢成立咗花地瑪醫療委員會。呢個委員會至今依然運作，係由好多名醫生組成嘅，當中包括無神論唔信天主教嘅醫學教授嘅。佢嘅審查條件呢，第一，呢啲病呢要係被證實為絕症或者係好難醫治嘅；第二，呢啲病好翻一定要瞬間發生，唔係慢慢好轉嘅；第三，呢啲病呢係一定要好翻，好翻得嚟呢係完全康復，唔係會復發嗰種；第四，喺醫學上係完全冇辦法用現代科學去解釋嘅。要符合4個條件先至可以被認為奇蹟治癒。好啦，講到呢度，大家記唔記得聖母之前有講過3個秘密、3個預言啦？而家就同大家分享下，其實呢3個秘密係代表啲乜嘢咧？第一個秘密呢，牧童聲稱係見到地獄嘅景象。一個好巨大嘅火海裏面充滿咗惡魔或者係一啲燃燒緊嘅靈魂受緊痛苦尖叫，警告人類如果再作惡嘅話，靈魂就會去到呢度。而第二個秘密就係1917年7月講嘅，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快就完結啦。但係如果人類唔悔改嘅，下一任教宗庇護11世在位期間，就會爆發一場更慘烈嘅大戰，即係第2次世界大戰啦。佢仲講到，如果夜空出現咗不知名嘅奇光，咁呢個就係世界受罰嘅信號啦。結果喺1938年1月25號，北半球多國夜空罕見出現咗血紅色嘅強光。1年之後，2次世界大戰就爆發啦。當時在位嘅教宗正正就係庇護11世。更加驚人嘅係，聖母喺1917年7月直接點名，俄羅斯將會傳播錯誤思想去全世界，引發迫害。大家要明白，1917年7月嘅時候，列寧嘅10月革命根本仲未發生，世界上根本未有呢個蘇聯共產無神論政權。3個連地圖都未見過嘅農村細路，居然精準咁樣講出俄羅斯將會變成世界大魔王。最後一個秘密，
呢個秘密一直都俾梵蒂岡鎖喺保險箱，直到2000年先至公開。大概字面意思呢，就係着住白衫嘅主教行過一個充滿屍體嘅廢墟城市，俾一班士兵用槍同埋箭射死咗。就喺1981年5月13號，啱啱好係花地瑪首度顯靈嘅紀念日。教宗若望保祿2世真係近距離遇到刺客，佢仲被槍擊，子彈貫穿肚部。哇！咁多個秘密，咁多個預言，全部都應驗咗，大家驚唔驚啊？但係諗深一層，會唔會係事後孔明呢？因為呢啲秘密預言呢，係大師姐隔咗好多年之後寫翻出嚟嘅，仲要係有啲事件發生咗之後，佢先至再公開嘅。根據第二個秘密呢，庇護11世當選呢係1922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呢係1939年嘅。當時嘅秘密呢根本就未公開，而大師姐公開呢個秘密嘅時候係1941年。而且戰爭前嘅未知光芒，歷史學家發現咗1938年1月確實係發生咗一場罕見特大北極光，全部都係1941年之前發生嘅。而且1941年正值嘅冷戰前夕，同埋二戰激戰，梵蒂岡同埋共產主義無神論政權，即係蘇聯嘅關係係極度緊張。呢個時候橫空出世一個點名蘇聯嘅聖母預言，會唔會有呢個政治宣傳嘅意味呢？第三個秘密即係嗰個預言。大師姐係1944年寫低嘅，而且佢哋認為呢個預言好緊要，唔可以隨便公開，直至到喺2000年先喺梵蒂岡嗰度公開。而且佢哋解釋係1981年教宗保祿2世遇刺嘅事件，但喺字面上係同事實不符。呢個遇刺事件教宗冇死到，而且刺客係一個人，唔係一紮士兵。而教宗去解釋咧，就係全球信徒嘅祈禱同埋聖母出手喺現實中改寫咗，所以令到子彈打歪咗，佢唔使死。亦都有啲陰謀論者認為預言所講嘅並唔係教宗若望保祿2世，當中其實仲有其他秘密喺度，只不過唔係好方便公開啫。如果我哋假設呢啲秘密、呢啲預言係因為有人為因素，佢哋嘅演繹轉達、傳遞有所謬誤嘅話，咁剛才一路以嚟所提及嘅神蹟、幾萬人嘅見證、報紙嘅報道同埋相片，咁冇可能係假啦啩？一定係有啲事發生咗啦。咁發生咗呢啲事之後，當中嘅主角或者係配角，隨後嘅故事究竟係點嘅呢？記唔記得聖母曾經預言過二師弟同埋小師妹將會好快上天堂啊！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橫掃歐洲，佢哋兩個都染咗病，但係二師弟表現出非常高興。佢話：我已經念夠數啦，念呢個玫瑰經，又要為人祈禱，終於可以放學休息下啦。結果喺1914年4月4號，當時得10歲嘅二師弟安詳離世。而小師妹呢，佢死之前感染咗胸膜炎，仲要做手術切2條肋骨出嚟。當時醫療好落後啊，加上佢身體太虛弱啦，醫生呢冇辦法幫佢做全身麻醉。喺少量麻醉情況底下，要拎2條肋骨出嚟，全程咬緊牙關，一滴眼淚都冇流過，同醫生講呢個痛苦係我自願奉獻俾耶穌，用嚟拯救罪人嘅靈魂。結果喺1920年2月20號，佢喺醫院離世。其後因為種種宗教原因，佢哋要改葬其他地方，結果就開棺驗屍，曾經發現過小師妹嘅屍體係冇腐爛過㗎，仲要有花香添啊！咦，咁大師姐去咗邊啊？大師姐喺3個入邊係最長壽㗎，佢實踐咗聖母嘅預言，喺世上傳道，做咗修女，直至到2005年以97歲高齡逝世。所以頭先剛才提到嘅聖母喺10月13號顯靈嘅時候，分別有3個畫面。只有大師姐可以3個睇齊，將花地瑪事件聯想到 UFO、UAP 外星人，其實唔係網民憑空想象嘅，而係因為當年發生嘅現象同現代所描述嘅 UFO 目擊事件有極多驚人嘅共通點。有人認為1917年未有外星人嘅概念，所以當時要用唯一宗教語言去解釋神蹟。如果事件發生喺今日，大家一定會話係 UFO 降臨。之所以會咁樣聯想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核心原因。1917年10月13號呢個太陽奇蹟，呢個物理特徵呢，超似飛碟啊！現場聚集咗7萬人，根據當時天主教徒、記者甚至係科學家嘅目擊報告呢，呢個被稱為太陽嘅物體表現出以下嘅特徵。呢個太陽呢，變成一個銀色嘅圓盤，光線柔和，大家係可以用肉眼直視而唔傷眼嘅，咁即係唔係我哋平時嗰啲太陽嚟嘅啦。而且佢喺空中瘋狂旋轉，好似爆旋陀螺咁樣，發出5彩光芒，甚至係突然之間息石形向地面俯衝，嚇到全世界以為世界末日。
呢種不規則、違反物理慣性嘅飛行軌跡，正正就係現代 UAP 嘅典型特徵。神秘嘅 Angel Hair 喺現場多次有人目擊喺天上有類似白色花瓣啊，或者係發光纖維物，但係一落地面呢，或者用手摸呢，憑空消失。喺 UFO 學中啊，呢種現象被稱為 Angel Hair， 經常出現喺 UFO 嘅報告之中，仲被懷疑係某種能量嘅副產品嚟嘅添。而且當時喺現場啊，原本落緊大雨嘅，地面同所有人啊啲衫都濕晒。但係當呢個旋轉圓盤俯衝地面又升翻上天空，呢幾萬人嘅衫褲啊，同埋周遭環境呢都烘乾晒。會唔會代表咗呢個物體釋放出巨大嘅熱能，或者係啲微波輻射呢？而且喺聖母顯靈之前，曾經係聽到現場有蜜蜂嘅嗡嗡叫聲，而呢啲聲響呢喺現代 UFO 報告之中，亦都經常出現嘅。根據三個牧童所描述啊，聖母同埋天使外形都係好嬌小嘅，高度大約都係得1.2至1.4米左右嘅啫。而且佢哋着嗰啲衫咧，一係就發光，一係就透明。講嘢個嘴咧幾乎係唔喐嘅。佢哋溝通咧就好似心靈感應咁樣。而且聖母咧成日都係企住喺嚿雲上邊嘅。而呢嚿雲究竟係咩嚟咧？會唔會係一個載體咧？之前我曾經講過，天使出現過3次，啲細路啊覺得好攰。呢個似唔似傳聞之中外星人綁架事件嘅後遺症呢？以往我有集數講過，啲 UFO 外星人事件呢，通常啲主角都係啲小朋友。今次亦都係，有冇咁巧合呢？影片一開頭我有講過，現代係好少神蹟出現嘅，會唔會因為科技嘅問題？會唔會就係 UFO 嘅概念呢？有啲所謂神蹟出現咗，我哋現代人就用 UFO 啊或者係其他角度去睇咗，解釋咗呢啲事件。而啱啱相反嘅就係古代，佢哋冇科技，冇 UFO 嘅 concept，就用咗宗教嘅角度去睇，所以點解神蹟往往都成日都喺古代出現，現代就好少。同埋有冇發覺啊？古代嘅文字記錄啊、畫作啊，或者係其他文化入邊，都夾雜咗好多同現代人所講嘅 UFO 外星人現象都好相似。可能有啲人會解釋以前嗰啲畫作啊、繪畫藝術啊有啲意境啊，用啲擬人化嘅太陽啊、月亮啊、什麼天門大開等等，佢咁樣表達方式，偏偏咧就係我哋現代嘅傳聞嘅 UFO 咁相似喎。呢啲解釋會唔會牽強咗少少呢？呢啲事件咧就擺在眼前，大家點樣演繹啊、信息傳遞啊、點樣去理解呢？實屬個人嘅選擇啊。或者好似宗教上嘅預言一樣啊，喺臨近末世，好多虛假嘅消息會出現，大家要謹慎啊。我只係以一個開放嘅態度去討論，完全冇任何結論嘅，或者結論就係放長雙眼睇下，不久將來呢個世界會變成點，到時自有分曉啦。今集就嚟到呢度，鍾意呢條片嘅請俾個 like 我，最好就 subscribe 埋我，幫我 share 埋出去啦。唔鍾意呢條片嘅，請下次都俾機會我，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